家中活觀音。有一位湯珠嘅屠夫對佢嘅母親非常不孝，佢經常嬲起上嚟咧，好粗魯咁鬧佢媽媽。但係呢個屠夫咧，就算點樣不孝都好，對觀世音菩薩嘅信仰仲有幾分虔誠。有一次，佢跟住進香團到南海普陀山朝拜觀世音菩薩。佢聽講普陀山嘅梵音洞經常有菩薩現身。咁但係佢周圍去揾，都揾唔到菩薩嘅蹤影。咁啲屠夫非常之失望啊！佢心裏邊諗：我點解咁冇緣見到真嘅觀音菩薩啊？咁啱喺路上邊行嚟咗一個老和尚。咁呢個屠夫咧，馬上去請教老和尚啦。請問我喺梵音洞揾觀音菩薩嘅真身，由朝揾到晚都揾唔到，我點樣先能夠見到真嘅菩薩啊？因為老和尚一聽就話啦：你要見到真嘅觀音菩薩咩？觀音菩薩去咗你屋企啦，你翻屋企就可以見到觀音菩薩。呢個屠夫當然好相信啦。佢臨走嘅時候又再問老和尚啦：我點樣先知道嗰個係真嘅觀音菩薩呢？呢個老和尚就話：佢件衫呢係反轉着嘅，鞋呢亦都係倒轉着嘅。你只要見到一個人件衫係反轉嘅，着對鞋係倒轉嘅，就係觀音菩薩啦。個屠夫聽完老和尚一番指點之後，內心非常興奮，嗱嗱聲就趕住翻屋企。咁但係佢翻到屋企咧，已經係3更半夜。個屠夫一心要快啲見到真嘅觀音菩薩，於是佢好焦急咁敲門：快啲開門啦！個母親聽到自己嘅仔嘅聲音，因為佢好驚佢個仔好粗魯，於是咧佢好着急咁起床開門啦。但匆忙之間咧，就將件衫反轉咗，鞋咧亦都倒轉咗着。佢打開門嘅時候，個仔一睇，母親個樣咪就係老和尚所講嘅真嘅觀音菩薩咩？屠夫終於心有所悟，知道咗老和尚嘅用心。原來時時刻刻為兒女含辛茹苦，受盡人間艱苦嘅母親，就係活嘅觀音。觀世音菩薩有求必應，世界上嘅母親何嘗唔係咁樣？佢俾兒女物質生活嘅毛累，做兒女精神嘅堡壘。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，人間嘅母親亦都係一樣。兒女有病嘅時候，就醫不解帶，侍奉在側。就好似《維摩詰經》問疾品話：眾生病故，菩薩病。一個心，母親都係放喺兒女嘅身上。觀世音菩薩千百億化身，其中化身之一就係人間嘅母親。用佢嘅血乳哺育我哋嘅身體，用佢嘅慈悲茁壯我哋嘅心性，用喜捨成就我哋嘅前程。